仲有一個問題係，好多人會關心新冠感染之後究竟會唔會留低後遺症，然之後呢啲後遺症有邊啲係常見嘅，然之後點樣去解決佢哋？我哋確實有發現咧，有部分人感染咗新冠之後，可能發展出一個後遺症。呢個後遺症就係我哋所講嘅長新冠。數據顯示，大概有10%到20%嘅患者係會發展出長新冠嘅症狀嘅。咁長新冠嘅症狀主要係感染咗3個月以後，仍然都係有各種嘅唔舒服，而且呢啲唔舒服嘅症狀咧持續2個月以上，並且冇其他嘅醫學原因可以解釋嘅。咁常見嘅症狀咧就包括疲勞啦、頭痛啦、肌肉痛啦，同埋有啲人所講嘅腦霧，即係覺得自己記憶力唔好啊，個頭成日都昏昏沉沉啊，或者認知能力下降啊。亦都有啲人咧覺得氣促啊、胸悶啊、各種嘅唔舒服。咁我哋嘅而家嘅數據顯示咧，如果係當初感染新冠嘅時候，症狀特別嚴重嘅人，我哋就所講嘅重症嘅病人，就有比較高嘅風險會發展呢個新冠嘅後遺症。咁點樣去預防佢呢？好遺憾，so far我哋仲未有一個好好嘅預防嘅方法，但係已經有一啲研究數據顯示，接種呢個新冠疫苗係可以部分咁去預防長新冠嘅發生嘅。至於呢個長新冠嘅治療方法呢，因為長新冠嘅症狀係因人而異嘅，每一個症狀喺每一個人身上都可能需要唔同嘅治療方法。如果呢啲症狀確實係好困擾你，咁就請你及時去諮詢你嘅醫生，醫生會有唔同嘅方法可以幫到你嘅。好嘅，唔該晒黃醫生。